歡迎嚟到 MyVerse 心語加油站。我哋今日繼續光嘅祈念冥想，為逝者送光，為生者釋懷。請你慢慢坐好，讓身體有一個穩定嘅姿態。你可以輕輕眯埋雙眼，如果唔舒服，亦都可以半開。慢慢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身體，慢慢呼氣，將所有緊張釋放。而家你唔需要做任何嘢，只需要存在。呢一刻，我哋聚集埋一齊，係因為一份好真實嘅心，對生命嘅尊重，對失去嘅哀悼，對愛嘅渴望。香港近日發生嚴重火災，有人離開，有人受傷，有人仍然喺恐懼之中。而家唔需要去諗畫面，只需要喺心入邊承認，有生命受過傷害，有家庭承受緊痛，呢份痛係真實嘅。而家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心口，想象喺你心入面有一點溫柔嘅光。呢一道光唔係宗教，唔係形式，佢係你內心最溫柔嘅部分。心理學稱佢為內在安全感，我哋亦可以稱佢為高我嘅智慧。你可以喺心裏面對自己講：我願意連結我內在最溫柔嘅部分，我願意成為一個穩定嘅存在。每一次吸氣，呢點光變得更清晰。每一次呼氣，你嘅身體變得更放鬆。而家想象呢一道光慢慢由你嘅心口向外擴散，
唔係用力推，唔係試圖改變，只係溫柔咁樣存在。呢種傳送唔係神秘力量，而係一種象徵。當我哋心中有愛，世界確實會少一份冷漠。而家喺心中輕輕想起嗰啲已經離開我哋嘅生命。你唔需要想象佢哋嘅樣貌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有人曾經存在，有人曾經被愛。你喺心裏面輕輕講：我用光送你一程，我唔拉你返轉頭，我只係祝你安穩。呢一份意念唔係控制，唔係干涉，只係尊重同埋祝福。而家將專注力轉返去活着嘅人，包括救護人員、家屬、朋友、你自己。你可以喺心入邊講：我願意釋放無力感，我願意容許自己傷心，我願意慢慢好起來。你唔需要即刻強大，你只需要慢慢嚟。而家將意識帶返呼吸，感受你仍然坐喺度，感受你仍然安全。你可以喺心中講：我尊重生命嘅流動，我用愛記住你，我帶住光繼續活着。最後，讓光慢慢回到你嘅心口，唔係消失，只係靜靜咁樣停留。當你準備好，慢慢張開雙眼，你已經做得好好，你已經做得好好，你已經做得